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嗰本欢迎收看福氣來咯。喺台灣啊，有幾多人投入咖啡一個產業，有啲人呢去種咖啡，有啲人呢去賣咖啡、開咖啡店嘅。咖啡店嘅呢，新店有新店嘅特色，老店有老店嘅堅持。今日呢，同大家紹介一間賣咖啡嘅老店嘅老品牌哦。今日底部有乜嘅故事？今日嘅咖啡有樣板嘅特色呢？我哋接下來有請大家同我哋好好紹介一下吧。馬上來歡迎真幸福咖啡嘅鄭群木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真幸福咖啡嘅頭家鄭群木。哇，歡迎鄭先生來到節目底部。鄭先生，我請教一下我講你哋店嘅算係老店，你哋店嘅品牌成立幾久嘅啊？前後算起來有20年嘅。哇，真是有久嘅呢，10年都太嘅。你請教一下我就講，按久以來啊，你哋同咖啡嘅緣分係樣辦結下來，當時用嘅相當於種咖啡咯。20年前民國90年嘅海我都喺台北上班。因為工作嘅關係，我都跳過來屏東。屏東這個故鄉有一塊農地啦。因為我上班都放嚟個橋，我過來屏東嘅海都講一條安尼綠化冇生草，所以加上這個一定咖啡啦。冇都想嚟種咖啡好冇？嘅海係冇流行式咖啡哦。你嗰時節種下去嘅時節，你落嘅田係田哪啊？啲果樹。你咖啡嗰時節種一啲果樹，而家嘅環境嚟講適合嗎？果樹嘅沙啲地方嗰度沙進來，因為以前果樹嘅天嚟都係河壩地嗰度啦。我今日同好多人講一句話點嘛？水產未時間啦，所以我種水果唔可以種一啲水田啦。我啲田唔係水田，旱田，所以講可以種咖啡啦。所以講咖啡算可能也係水果嘅一種類都。咁樣我都當做水果嚟種。唔是按度水都好奶子又適合。嗰時節種咖啡嚟講，有發現到講佢有乜嘅特別嘅品種開嘛？含石頭係唔會啦。我嘅咖啡，因為我大家也唔一樣嘅，我哋用南疆下，唔會講南朝疆下都會有品啦。所以我感覺咖啡嘅品都安尼介殼蟲介啦，介係含啲啊。你講介同嘢講會疆下，介會識得光啊。一食也夾啫嘛，食夾食起來啲肌骨嚟都死嘅咧。都會走起，會走起啦，嘅係唔啲。所以有經驗嘅以後，我都會看書去學習安尼，冇都去上課安尼。你頭都講緊嘢講嘅一個蟲嘅問題，唔係用辦法解決，仲冇可能係用水去種佢出起嚟去吧？其實最尾最尾我嘅結論啦一對樹枝啦。啲拍冇得到，所以嘅成物啦嘛降雨水，降日頭，日頭喺著而媽唔降曬啊，喺日頭喺個著，樹也個裝，其實唔會降乜嘅蟲害啦。唔係講咩，而都有個病啊。冇唔錯。如果嗰時陣人都同嘅樹爬修剪起嚟，修起嚟都冇按咩，如果有個問題都自然都解決。自然都冇嘅。哎呦，係好哩。唔過我有聽講咧，你種咖啡其實也該是皮料。如果冇一些皮料嘅話，佢體會你生唔冇。唔能有按嚟種嗎？開始喺度嘅我嘅咖啡是全世界最好食嘅，因為而家天然營養真足。如果3年後、4年後，安尼食嘅營養，啲咖啡嘅營養拿走嘅，變啦，伊都冇營養嘅，所以都要補營養俾食。所以用去補營養，都係看書嘅啦，請教人嘅啦。所以某一啲啲農業局嘅局長嚟講，啲咖啡是乜皮料，做乜都開始學，後來都學做皮料。
福州皮料必食啊！你们有做过样板的皮料啊？看过有做过个液态的啦，也有跟固态的有机肥啦，还有其他很多种呢。哦，那做皮料后来都情形都讲结论啦哈，都有无相生啦。有就是有机肥，无就是化肥，那两个作用无啊相同，无啊相同。不过我长期要用，一定要用有机肥。所以我都会去买黄的啦，黄头啦，个这个小花的草木灰啦，个黄的啊，插黄的哈，插黄的拿 LP 啊。比如鱼筋啦，市面上的鱼筋啦，一桶要1000多元，其實我做1噸差不多唔是5000元啦。一桶啊，一桶可以1噸可以做50桶，啊，50桶。哇！那个花2桶的成本啊，都可以做1噸的，那5比啦。鱼筋啦。去做一種皮料的時間應該唔會幾困難，但係個味道應該幾重吧？嘅香味。其實是可能會幫安尼發酵菌啦。不用下都冇味嘅。不用糖，不用發酵菌，下都冇味事。唔係搶一種材料啦。唔係搶，唔係挑啲當然會粗哦。當然咯，冇想到安尼一個地步吼，皮料還有按到嘅後門，安尼真是3年睇數上嘅時間啦，吼。你係用人工嘛？像你咧人體種，係咪啊？剛開始我都講啊，一個雜，迄當然少啊，後來量多誒，嗱嘅係最大量嘅時間，我一條水可以摘50-60公斤。哇！一條水啊50-60公斤啊，60公斤，摘3桶啊！哇！安尼幾多呢？摘唔係，因為差唔多摘2-3條誒，按600條咁樣，800條咁樣摘。係啊，所以搶人啦。唔搶1多年咯。頭擺最早嘅係有搶8個外籍啊，沿韓我同人聽8個人，好省嘅哦。近來路輸嘅近路都要緊囤啦，都兩位個食完咧，都係搶附近嘅人嚟聽數。後來安尼佢感覺就講身邊嘅雜體位，較都無限，所以變啦都搶甲北鄉嘅啊，從志鄉嘅工人啊，都去栽嚟同人摘，搶3-4個嚟摘安尼。中央行嘅一天嘅量啦，真有法度。哦，安尼先生係搶高一下哦，就我看嘅人家拍嘅片嘅啦，有一講吼土巴地背吼，人哋啲咖啡樹啊，差唔多平平一類人安尼差唔多按個，人哋也係強用嘛，還係個人哋因為營養好，還有更高誒。咖啡樹喺資源嘅身上啊，都可以差唔多會4-5米按個，2層就按個。哦，按個哦。佢係開始啊到2-3米啊都唔低，就都。而家集體我都賣絲嘅樓台邊白，安尼摘咖啡辛苦咧。伊咧當高行，伊咧腳下，所以後來危險啦，全部都矮化啦，全部矮，像我矮條哪都剁起來，矮化都產量都夠少嘅啦，不過品質可能會夠好啦，工作啊夠方便啦。錯啊，如果講以自家嘅成果作為咧標準，超過都剁起來。樹可以摘啊，樹可以拿上來可以摘。就唔是樓台按環向，或者北上北下。係啊，嗰個根本唔帶來一個圖片，就係唔能係數成一個咖啡豆嘅時間。但係啲一啲愛歡迎假嘛嚇。哦。今日係都係喺上班啦，上班嘅時間要利用時間嚟去聽書。個摘咖啡豆嘅時間。唔能摘咖啡豆嘅時間，有個裝備有冇？就標準嘅都按你嘛。唔係安尼，係擺啲台嘅，見摘。擺啲台嘅，唔係啲台一下都滿嚟嘛？要摘多桶以後啊，摘啊，你唔可以看鐵蟲啊，鐵蟲都係做些無方便啦。有種台嘅幾個特性係乜嘅啊？認識的咖啡啊，有阿拉比卡，羅布斯塔，還有賴比瑞亞，七成以上嘅咖啡豆都阿拉比卡。阿拉比卡腳下有含本幾多？差唔多60-70種。你都阿拉比卡腳下嘅 T 皮卡。最近最流行嘅意式咖啡，有冇？輕貴嘅咩？這都 T 皮卡下來嘅品種。阿拉比卡嘅品種都會
咪講認識的啦，因為也咖啡因個色個色，啊羅布斯塔咖啡個重，是嚟會唔會衰啊？安尼假使講上個幾有精神的人，可能會工作個適合幾種嘅。我得種哦，上個是好嘅米絲都阿拉比卡都冇錯。一般個溫和，也米絲也個甜，風味個重，也個甘醇啦。因為咖啡對身體真好啦，所以是好嘅東西啦。哦，觀眾朋友，人咧，我哋真幸福咖啡嘅呢品牌，年份係按呢來嘅呢。不過，新嘅品牌中咖啡一地步應該還有幾多嘅故事呢？唔好走開哦，等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今日品牌嘅故事。前面有講到鄭先生啊，佢同咖啡嘅緣分係樣般結下來嘅。本古佢自家又有講到，佢自家成立咧真幸福咖啡嘅一個品牌。一個品牌同佢自家種咖啡有樣般嘅關係呢？繼續嚟請教一下鄭先生吧。鄭先生，前面有講到你自家成立一個真幸福嘅品牌嘛？吼，一個品牌同你自家種咖啡，係你自家原本就有一個想法嘅嘛？佢係對種咖啡嘅感覺啊！忽然間兩個人去喺無忙時都在提供做事，做事嘅人你會泡咖啡室，邊聽音樂，做事彈音樂，有啲感覺嘅個幸福嘅感覺啦。所以嚟講，你種感覺真好，喺擺品牌我哋是幸福嘅咖啡。所以後來就講一定機咁啊，上一定機要冇可以同人搶下，市面上買嗰度幸福嘅咖啡啦，客家明明啦都香掛上去，有意思都幾髒又幾好啊，幾好彈啊，真香整咧整到掛幸福下去，都定機都冇同人搶樣嘅。所以都定期整幸福咖啡嘅原來嘅意思都係啦。將來幸福嘅感覺同大家分享。人生做起馬上聽教嘅人更加講嘅諧音梗咧，真幸福，真是係幸福嘅咖啡。安尼釋放嚟，好，真是有幸福嘅感覺嘛？更加因為頭都已經泡好已經咖啡嘅，觀賞我哋來爽一下，講下先，好嘛？是咖啡。心情去調整，我要感覺我幾幸福嘅咖啡，我食咖啡對自己身體幾好。嗰時候我帶頓歡喜嘅心情來試一個咖啡，皮都啲啊幾香嘅。真是咧，皮下都你肺活量都可以啊，心情都可以嘅，有一種溫暖受暖嘅感覺。失敗順順，唔會講。應該講有回甘的感覺，又唔係講像有嘅咖啡食下去後，佢下埋佢會縮放落嚟，有嘅唔會，佢自家都下去嘅啲。我吃因為我嘅咖啡食得唔係講最好啦，不過我感覺是佢完全有佢回甘，佢甜，因為有甜，你唔係種甜嘅一種甘味啦。講好嚟都，我後人講我食最後人講啊，生津止渴，嘛。錯，就會有嗰種感覺。都唔會咳，唔會講卡啲啊你啦。就苦甘嘅感覺。甘味啦，甘味。一個咖啡就係用人元素地步嘅咖啡，種出來嘅。鄭先生講解一下我哋前面有講到已經種咖啡到咖啡豆嘅，一個部分我哋當啲嘅，但係呢，食一啲咖啡啊。咖啡豆會摘下來，行去經過哪度嘅步驟，將佢變咗一杯咖啡。好，食咖啡一啲嘅咖啡也冇咁簡單。第一咧，我種經驗，後來喺有開花結果，我一摘，摘嘅嗰頭殼、頭皮，
脱皮发酵发酵迄个拿伊热洗，热头洗，拢洗热头迄个就洗热头，因为讲安有奶味特大唔可以，要洗熱頭，個洗澡人咧講，我用嘅係脫殼，脫殼以後脫頭嘅，脫頭嘅就麻煩啦，破壞脫起嚟啦，就個脫起嚟，咱可以烘，烘嘅咱可以磨，磨咱重泡，咱可以啉嘛，是一邊咧一比咖啡還麻煩，是個方東西啦其實咖啡攏我按好啉嘛其實一般的農作物啦差唔多體位差唔多30年都熟嘅啦，咖啡要7、8年，可以花到可以摘7、8年。其他嘅時間夠長。清朝，台灣有清江風采。哦，係啊，也是真是幾辛苦，這樣試得到。頭先有談到，曾先生有講哦，最麻煩係脫嘅頭嘅部分，我就問一下佢講，到底我試一杯按合適嘅咖啡，唔能自家錄下，對一個頭嘅有樣板嘅標準，唔能樣板脫。脫頭嘅係自家嘅標準清揚，因為頭調價適的啦。係有多咱會買嘛，所以自家適的頭嘅，一定脫個最安全，因為是最多。所以一般來講，體位我攏脫3遍。我感覺是講體位剃咧對人要有負責任，要清潔，安全、衛生。因為一般體位有好有壞所以係能調體位嘅下還有磨嘅配方嚟都多起來，配都多起來。後來啲學打佢那比較好壞嘅係能開始脫。嗰時等人哋品牌地位適當嘅頭，全部都係精品。安全嘅啦，安全嘅，即個對我即個對銀行嘅對要求嗰嚴啦。安尼更加人哋嘅專業嘅品牌也有店面嗎？現在我哋屏東縣嘅創市鄉，屏東市隔壁嘅貨銷場啦，還有即個有2間嘅店面在做啦。你能更加經營嘅方式係乜嘅？係請買專門有嘅脫好嘅精品豆，亦係講唔能有像更加過去可以試得到現泡嘅咖啡。也可以。喺貨銷場喺苗神馬祖苗神，喺我生意喺口頭嘅。頭擺我喺屏東市口頭呀錄卡隔壁連鎖會抗議有冇人講？伊講按啲鹽按太口頭有鹽啲鹽個香冇唔錯啦，有當然冇歡喜李總都講人哋是做嘛嘅，然後會講啲隔壁連鎖會講人都辦啲苗神，苗神有啲好處。因為苗愛點香你咖啡豆香比啲一般啲香個香馬祖也歡喜啦。量嘅味道南香下唔怕去，順口人也唔會抗議唔會，對田橋嘅舌頭，佢歡喜去做民意都佢上去田橋因為田橋空氣好，舌頭好，對身體清好，又可以運通流通。身體有運通等一下我曾先生問一下，而家可以同我講，差唔多1度4嘛？超過70嘅啦，70人嘅啦。真是看唔出來呢，難怪唔講我去田橋嘅地方，唔看是好嘅咖啡加上運通，有個好山好水嘅環境，講嚟怪好山怪健康呢。所以講冇同伊講1度4。我能更加我能知道。70人啫。假使講我能去到店嘅地方愛食咖啡嘅話，唔能有推出哪啲品種嘅咖啡，像我能會有美妞嘛，唔能有冇？我能喺從此嘅店面做賣咖啡其實我能都賣頭嘅啦。唔係嚟試啦都唔值錢，食到飽嘛唔值錢。一本店嗌咖啡嘅米線樣嘅都好。有隔意唔能同人買。嗰時按你嘅經營模式也係算過貼片嘅，我買頭嘅唔怕，唔能來食，我可以幫唔食，我頭嘅味道到底係乜嘅？
啊，你能不有点心无？点心当然会有啊，平常拿出来都有的。哎呦哇，哎呀，其實主要的兩通目嘅嚇，都我生嘢做對搞跳舞啦、搞音樂的掉啦。拉成橋咧做呢條藝術的工作，所以也幾多朋友會聽起來，變那嘢咧藝術的交流中心樣。變做一個公眾嘅空間。都本呢條後生嘅有咧機會，談論未來嘅事情，也有咖啡室，也唔會俾人管，你坐太久啊冇。坐半夜都唔怕，攏自家嘅空間，自家嘅所在啦，網片啦。安尼陳先生，你自家當時啊，成立一個品牌嘅時間，除了做一個咖啡嘅分享之外，你對一個品牌有冇嘅講堅持冇？就自家一個理想。我種咖啡其實一個好食，因為啊，我歡迎家嘛，個好食咖啡啦。伊差唔多韓國細都嚟食咖啡嘅，都差唔多初中階都嚟食咖啡。因為啊，一家親戚啦哈，有啲外國帶咖啡來，有時都來面試會茶。我因為種嘅咖啡啊哈，我做養生咖啡啦。哎呦，我嘅目標啊，一啲咧健康，安全，新鮮，三項。啲咧健康，我體會唔可以用油嘅膜嘅，我唔可以買油嘅膜嘅。安全，托清潔，南美壞差別我都唔買，都一定會定接係。我如果安尼理想就講一定要安全，我邊是要安全，新鮮，我冇希望人同埋買嗰度體會，同埋買一磅，哪怕是1月以內是係都好。我多嘛冇用啊，我抗快，我冇買體會本人。上體位冇買俾伊，因為唔可能唔啲啊嗌體位，品質樣嘅，唔係南山經靠嘅都來嗌嗬，冇得買體位啦。係啊，故所講吼，人家體位用品咧好食，都唔能自家出產咧，新鮮，就像水果咁樣，把握一個好嘅適的時間，同佢適合去，一個真係最重要嘅，真可以講到養生嘅咖啡啦吼，哇！觀眾朋友，冇想到食咖啡也可以試出養生呢。但係呢，咖啡用品式還可以有其他方式嗎？我哋聽聽來，等一下還有更多咖啡嘅知識同大家來分享哦。更加陳先生今年種嘅安好嘅咖啡豆嘅，也成立了一個品牌之後，今年天天咧將一個品牌推廣出去嘅。但係呢，一段時間地步應該有幾多無相嘅人客，一到人客地步有樣板嘅故事呢，我哋來請教一下陳先生咯。陳先生，我頭先有講，安尼幾長嘅20年嘅時間地步，你哋品牌應該培養嘅幾多嘅人客吧？人客來源都係有時係會參加農會啦、縣政府嘅。農產品的推廣會啦，會參加一擺攤嘅啦，也有係自家朋友，也有用 FB 呢同人客來愛聯絡，有一擺開發開錢多，係自家啲毛細孔被震動，因為風係太多嘅啊，佢同我講奇怪係來一隻做乜嘅。農甲公務咁樣，結果一睇啊，全部滿眼嘅紅嘅啦。我嘅時機不差，一批茶出來啊，半點鐘茶係香嘅啦。哇！嘅係食材多。都在咖啡開發嘅個味道係用品真好吃呢。清香，又清甜。甜哦。清香，個清香嘅味絲。安尼其實早晨開發也係一個安步頭啊。大早都開始開，大早都開始開。唔過2日都車起嚟。按段2日都車起嚟。都車起嚟。安尼講落雪樣嘅，落雪樣。有一個機會，拍嘅。有機會一定要嚟去，譬一下都係咖啡花一個香味係嘛嘅，
有特別講外國嘅人客是同人嘅咖啡佢當對外國啊，也講其他地方來同人聽來同人買嘛。那種國少啦，嗰度都係人台灣人嚇，不出國嚟啊，都帶下嚟咖啡啦。做電路安尼哦。伊都做電路，我冇都以前喺外國嚟啊，也是下嚟咖啡關係嘅，啊所以都會出國都當然買帶出去食啦。哦，前面也有講到啊，唔能是咖啡師出自家有一個新的咧，按到講養生的咖啡啊，到底咖啡吼，應用的是怎會有人從人更加安尼新的可以養生，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唔能係用白是咖啡的好嘛？咖啡對於人嘅身體吼，真好嘅東西。啊，我全世界三大飲品啦嚇，酒啦、茶、咖啡啦，所以咖啡因為伊嘅抗氧化、高抗氧化，真高，對人身體嘅循環啊真好，所以人頭腦都腳好，都真好，所以佢係是把有氣喘，都會寬恕。哦，食咖啡最好，一定要食咖啡，氣喘會好。當然有偏愛看醫生啦，係講養生嘅部分。感覺食咖啡嘅啦心情好，氣色好。安樣食對好好嘅。第一咧，唔先嘅體會啊，冇去提前，也冇去提前，中。因為咖啡喺烤過變得溫馨嘅東西，啊，你年紀越大啊，越難帶。烤嘅提程度嗰邊蓋澀，如果好嘅話，提早嘅意思啦。所以一般食咖啡都冇去加墨嘅。最好都有黑咖啡。加水都好嘅。加水都好，黑咖啡安尼啦。冇加糖啊，對身體袂怪好。你們平常睇食啊，都食黑咖啡嘛？我含糖過講，其實有一多種嗰種經典的咖啡，像意式咖啡同美式咖啡，也係講嗰種卡布奇諾，嗰種同人哋一般的咖啡有樣板的冇相同，可以同大家講一下冇？你仲係都會加糖、加奶精的問題啦。你就當冇去加，最多你加牛奶都好嘅，鮮奶。鮮奶有兩種嘅方式啦，你直接加拿鐵都直接加下依嘢啊。按佢講打奶泡，都變得卡布奇諾啊。原來這樣直接加牛奶係比例嘅問題啦，其他都唔係啦。實在哪條當然要加，叫做加啲香料啦、肉桂粉啦、啲提味啦，其實蠻好啦。但係講嗰種是調味的啦，唔係講不實施的，最後行喺乜嘅都唔是㗎。最單純嘅，那有意識就係加糖嘅。外國人清腔見嘅是差唔多有加糖哦，不過佢也係算見嘅自家嘅文化啦。人家是講真是愛食健康嘅話，行喺乜嘅都唔好加，最好食得到鹽味。行面對呢個問題哦，講如果人啊一定咧堅持講。從泡一個咖啡嘅茶，一個水嘅溫度1度以上，有按呢個冇共用嘅差別嗎？市面上有下85度 C， 那是茶水嘅水嘅溫度啦。後來有看到以下92度，有冇有？其實90度左右都可以啦。因為85度拿上來其實都變得白色嘅，都唔辣，所以我一般係會開一啲90度左右去沖泡。沖泡是第一泡最重要的第一泡啦。第一泡唔怎麼嘢，得含水含水含起嚟差唔多30秒以上到40秒，唔能太加，嚟咖啡出最好嘅。都第一步唔係一定要做好嚟。安尼先生，人咖啡啊，可以像茶先咁樣嘛，就可以一直泡泡到見冇味道嘛。可以，絕對可以。不過人體會品質會好。品質
无去特酸、无去特苦的品质拢无问题。所以我感觉台湾咖啡应该拢可以做安尼。当然成年人泡100即係當然有理論啦。而我伴有嘅咖啡最好嘅味道本身其實就像我講嘅，我有理論嘛，咁可以泡啲。係啊，你人其實也想到講，咱咖啡調嘅其實品質安好，但係假使講保存唔好嘅話，其實嘅味道會走去，甚至係還談過個保存唔好嘅話，咖啡會有嘅個黃曲毒素，也係講赭曲毒素，有嘅部分是係一點都唔好。到底咱咧咖啡調嘅應用版保存個好？咖啡調嘅是啲咧唔托調嘅一槍啦，煙頭一槍，靠後嘅喺唔抗太久，啲味絲都走起嚟，也變質咧，唔容易泡，攏壞色，因為伊本來咖啡底本是把有油脂啦，油脂久嘅嘛會變質，變質對身體都冇意思嘢啦。如果你講愛抗太久，其實都冇必要啦。你都可以買個燒嘅，個接去買，食到新鮮嘅都好嘅，都絕對冇安尼問題啦。絕對冇安尼問題。唔過咱咧空氣地位台灣咧係氣候冇濕度嗰個啊，如果你講咱嘅茶葉啦，又講睇個叫做咖啡睇個，見到我特別買嘅防潮箱有冇？比如講睇地位如果你講咱要用真空保存，咪擺泡好，因為拿個罐嚟喎密封罐嗰種嘅去保存，一種有需要嘛？失敗有效果啦。失敗唔係全部有效果，用反講咯。唔所有嘅東西安尼講伊個人有生老病死，物有成住壞空，時間到嘅它都壞。時間是冇伊個固體嘅啦，按趁新鮮都好食嘅希望大家冇買按多啦，買一磅2磅都老百姓1整日以內都食起嚟唔好比抗安久，抗安久都壞起嚟唔用去保存都壞起啦，都冇好啦。嗰時候講咱睇食咖啡保存咖啡有一啲，那是餐食可以啦。有一啲觀念啦，如講趁新鮮食嚟，伊都唔是費按多嘅功夫去做安尼延長保存期限嘅個事情。唔做按多，3整日向馬冇意思也唔好啦對身體也唔好。我明白講，因為同嚟講，抗過久按樣保存，講抗都市最新鮮，抗個啲好快嘅。真是。你先生能更加對一個品牌已經有一個基礎嘅嘛？未來能自家對一個品牌啦，也對咖啡一個產業應用版嘅希望也係講規劃嘛。種咖啡其實咖啡100年都可以種啦，冇風采冇烏黑，伊都可以繼續去種伊結果一條機嘅要產線順嚟當打過，皮料未熟，當然有安尼年紀，都繼續做安尼生態。生意呢，伊當然都做伊個風多啲條，研究專業，也咪嚟做，係是年紀有嘅，安尼填橋圓通、做細、龍通、養生安尼啦。如果即個更加係繼續嚟做，未來係可以用辦去做呢，都搞盤後生嘅經驗去規劃。現即個我有嘅想法，也有經驗，安尼後生有機會啦。現即個也有經驗，當然係體會係才對體會已經做別幾好啦。嗰種講係保持當初嘅嗰種心態，人哋就是養生嘅咖啡，本人共用嚟分享有個幸福嘅咖啡都做嘅。哪一種咖啡食咖啡感覺食咖啡嘅泡咖啡，其實可以更簡單啦。第一咧，我有信仰，心要改穩，書要改穩，水要穩。以前看人泡茶，呢度茶錢啦，我也是咖啡錢啦，茶道、咖啡道安尼，同樣啦。你意思，你的心態你的心情的穩定度，你的泡茶，你喝咖啡的口感那種感覺，讓你的身心去調整，
今本日啊，也因为我哋郑先生来收嘅，我哋张提讲，其實咖啡地背後係很多嘅學問嘅，假使講大家有閒來到從事嚟聊聊，也一項許多故事，也可以去請鄭先生佢哋講一下我哋咖啡嘅故事哦，談一下我哋咖啡嘅故事是好食嘅咖啡。好，今本日再一次感謝我哋鄭先生帶來安好啉嘅咖啡同安精彩嘅故事哦，多謝。多謝下哋主持人，哎呀，感謝所有嘅觀眾朋友。想有機會嚟到下呢，在幸福咖啡嚟炒料談談下呢做咖啡嘅認識，做咖啡嘅心得咁樣去使咖啡更好，大家嚟互相研究分享，感謝大家，謝謝。還有喺試入嘅幸福咖啡之前，請用聽聽先生來認同一下吧。希望我哋福氣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